继续来关心风台的灾情哦，伫宜兰山区的道路，一届是互风台扫甲路惨惨哦。苏花公路新二磅坑的南北口放山，目前哦一天嘛只开放3个时段，会当单线双向通车。第7架线哦，佮继续封路，按说下晡5点会当畅通。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嘛到宜兰去了解农损佮有道路畅通的进度。 怪手赶工要赶紧甲路畅通，宜兰苏花路龙新路磅坑南北口，因为凯米风台所带来大雨，土石放来路袂通，北边甚至有破坑。公路桥即马积极一日抢修，2日开始一天只敢开放3个时段，要规划好可能要1礼拜。南边有摊方，这是南下线的部分。 南下线的部分，北口跟南口都有摊方，了解。对，那北口还有一个缺口。第7架线放甲更较严重，大型机具一直出力伫咧抢修，有警性封路要解除，要到下昼5点。大雨也予宜兰山区的农作物灾情真严重，南山各地菜园、各地菜顺着溪水流无去，4月产损失也真惨重，估计损害面积有到1公顷。 免来讲，要讲不哩侪钱，我就知影讲不哩侪钱呀。阮囝就讲哎，啊话拢话我袂好人。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2日到宜兰视察农损，也有山区道路畅通的情形。除了西瓜、三星葱仔也受灾，损害面积要到20公顷，农民的损失差不多321万。行政院答应讲，会请农业部盘点农损，补助是将款另定，全力协助农民解决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